恁伊人啊，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正直的人的恶乐是合宜，你着大琴感谢耶和华，用实条弦的舌，就恶乐伊，对着伊唱新的歌，大架真好，声音响亮。信诗第2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由原徛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面前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用安尼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实，我信信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请坐。请咱来启印，伫信息的后壁面50篇，就是1091页。显着我来启，恁来吟。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食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解放。受歹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失安悲哀的人，互伊还冤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亲做公义的手。上主在前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恁保守，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
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些所有看过因的人会承认伊是上主的属福的子民。请咱来看报告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万项好命的源头。我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嘴大声唱歌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阮也感谢你拣选阮加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也有拄着困苦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一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也有时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侪顺服的人，伫厝里诚侪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侪一个和平人民的人，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就甲阮的洪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这个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中会小弟常年主日，敬请兄弟姊妹踊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本主日各场礼拜举行10月份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平安喜乐，福杯满溢。本会以这个全年的礼见表达这个祝贺。第三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10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各同工列席。第四点，小会公道。第一小点，本会临时选举合会中已经顺利选出23届长老12名，名单如下，请家己会当来看吼。第二小点，本会9月28有召开临时选举合会，总会员是996人。请假有237个人，不可抗力的有112人。应出席的人数有655人。有经出席的人数有371人，顺利选出23届职士30名。如这个名单伫这个下底吼，以这个年龄来排列吼。这个家己来过目吼，来看哈。第5点，本会定下主日10月12举行2025年重阳主日的敬老活动，65岁以上的寿星第2场礼拜后参加寿宴。地点是伫农夫餐厅，且今仔日本主日前伫柜台会当来登记报名。以便统计人数，70岁以上的寿星，就是44年厝。本会有赠送红包来祝贺：70岁1000块，80岁2000块，90岁3000块，100岁5000块。70岁以上的名单有伫这个组报的第8页加第9页。假使讲无写着的人，会当来这个办公室陈佩芬干事。已经来会当来补登记。第2点，具体消息，合作社第一小点，社员消费费利率贷款有15万，年利息是3.6%。第2小点，社员伫这个准公教证
贷款30万，年利率嘛是3.6%，到11月前查止。第3点就是即个助学贷款，这是无利息的哦吼。有读即个政府的即个公私立学校的校员，假使有意愿要贷款的人，会当来对即个合作社会当来办理告解写牧师。因为这大平安，咱高雄中华教社部有看到咱9月23花莲光复乡这个马太安的这个堰塞湖溢流造成迄光复乡甲真侪乡镇淹水正搁咧救灾。即马就是教社部计算讲要甲咱中华所属的66间教会募款目标是40万。要用40万的这金额，买当地百姓需要的物件。比如讲，即马清淤泥住家拢头拢清了啊，即马过来讲大有出问题，买床垫买其他的物件入去互遮的居民。所以即届教社部要发起这募款，真是无奉献地可能咱家己去邮局去邮政发布入去咱的。教社部户头，无过咱爱写，注明讲为着9月23花莲光复乡的风灾，阮较会知影讲即笔钱是要用伫倒，无拢入来无写，我拢掠做奉献，一般的奉献尔是袂特别加分出来所以请咱兄弟为着这事来来奉献第2点就是第35届阿西亚风寒的盛会，时间是明年的8月初3到初10，总是咱今年若你提早报名，会当俗1000块，就是36000块请咱伫后主日进前准备你的护照，甲专业的钱3万6交你办公室第3，高雄金星堂嘅感恩餐会，伫11月初2下晡5点半到8点半，伫汉来大饭店的9楼，每一个餐券是1000块，咱有负担的，咱我是后礼拜前办公室来登记购买第3，伊斯兰侍奉中心伫10月24，第7个月10月24到25，要办第10届台东复兴祈祷盛会，主题是专门经历上帝大喜乐要报名，请咱嘛是后礼拜前办公室来报名。以上，请咱来恭读上帝话。来，歹势，10月份的寿星咱有11月份的寿星，请起立你10月出世的寿星有没有？来，请大家。中间为了10月的寿星，甲咱10月敬拜上帝，咱3天来为恁来祝福祈祷。是阮天父上帝，感谢你，以今日早起礼拜，你有安排10月份的寿星，到阮3天以主你的圣殿敬拜主。愿上帝你大大祝福因，互因逐日拢领受上帝的恩膏，上帝的祝福，日日有上帝的喜乐的生命，互因。对上帝你的规律，互因伫侍奉工商，拢会当为主做好见证。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咱来恭读上帝话，伊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到14节。我有疼恁。亲像爸有疼我，恁就踮伫我的疼。
你若手我的界面，你就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我有手我爸界面踮伫伊的疼。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你，也互恁欢喜满满，恁就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有比这个较大。你若交我的命令伫恁，就是我的朋友。上帝祝福伊的话。俄勒车妇女圣歌队。讲到请洪牧师，伊的题目是“疼痛的人甲土地的生活”。两位兄弟大平安。疼痛人甲土地的性命。
我相信咱诚做一个台湾人，咱看到咱9月23，花莲光复乡拄到这淹水的代志，大家拢真感。当大水流落来时阵，迄汽车袂像咱船共款，互水塞咧行。我相信咱的兄弟看到这新闻报道，嘛甲我共款，有真侪毋甘，嘛真侪艰苦心。毋是因为发生伫花莲，无伫咱高雄，咱袂感觉安怎，乃是因为遮受灾的百姓是咱的同胞。既然耶稣基督甲咱讲，咱着必须相疼，咱嘛同时来看见咱的同胞受到遮尔天然的灾害，咱有敢毋甘？今日咱看了今日经文，约翰福音书第15章，这第15章是耶稣个别的一个分享。这是主耶稣伊最后晚餐了，面对将来要上世界进前，伊对门徒用情真深的劝勉。迄当时的气氛真震动，总是出卖伊的犹大，伫耶稣讲这个话时阵，早就离开迄个所在，甲法利赛人三个串通要出卖伊，所以罗马政府甲遐宗教领袖，就设计要安怎要掠耶稣。迄当时门徒充满着惊吓甲不安。伫这个背景下面，主耶稣毋若关心伊家己将要面对世界代志，搁关心着门徒伫伊离开了后，要怎样继续持守信仰，要继续持守彼此之间的相疼，并且伫这世间做见证。所以耶稣不断地甲门徒强调，点伫我的疼，爱彼此相疼。因为这是门徒面对将来的迫害时，唯一还起来在的规律。所以圣经内底，咱看了经文，以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9节，咱来读好无？我有听恁，亲像爸有听我，恁若点伫我的听。这句话带予咱真大的震撼力。嘛，像是咧讲明啥物？讲明天父上帝甲耶稣的爸囝关系，伊甲爸天父上帝的听是永远存在袂变的，是完全的。安尼耶稣听门徒的是怎样的？圣经讲亲像天父听伊共款。安尼你会问讲？天父上帝听耶稣是听到什么程度啊？讲到听，其实用台语、用华语，拢无法度去分别听的层次。你来看圣经内底《约翰福音书》第21章里讲到，主耶稣三界问彼得：“你有听我？”伫中文中间，你袂看出听的程度，总是你若看了彼得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但你听，你毋知伊到底偌听，啥物层次的听。不过你来看希腊文，伊咧希腊文这听。彼得讲的“听”这字希腊文叫 “phileo”， 是朋友之间相处的听。但主问彼得讲：“西门的囝，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过遮的吗？”主耶稣问彼得：“你听我较赢过遮的吗？”伊这听，主耶稣问彼得迄听，是期待，是
阿卡贝疼。阿卡贝疼是啥物？是迄个疼的赞处是上帝对人的疼，就是无论伫啥物情形下，迄个疼永远袂变质、袂改变。迄个疼是完全的，迄个疼是无小代价义理的疼。主耶稣甲因讲，天父上帝疼伊是阿卡贝疼，袂任何因素来改变天父上帝疼的心。主耶稣嘛期待咱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的疼，应该留的赞处是阿卡贝疼，就是上帝对人的疼。迄个疼袂因为任何因素改变，总是真可惜。人总是有血气，人甲人中间有讲话意见袂合，有做代志方式毋对，人伊之间毋是用阿卡贝疼互相对待，是用菲利奥疼，朋友之间的疼。啊，你讲牧师啊，这两个疼，菲利奥甲阿卡贝疼究竟差伫倒？菲利奥的疼，朋友的疼，就是讲有一天你我啦意见袂合，你我彼此冲突，咱的疼就从此中断从此来切断田无够水无流，迄个会改变的疼叫做菲利奥疼，朋友的疼，就是咱进入教会了，咱信主了，咱真做上帝囝儿了，上帝爱咱。毋是用菲利奥疼互相对待，上帝毋望迄等信主的兄弟应该对菲利奥疼提升用阿卡贝的疼互相对待。所以咱知影，有人参加小组了，有人你一寡讲话啦、做代志的方法啦、观念无啥拄好，拢起加减的起冲突，总是。咱若为这个因素，咱讨厌某一个人，这叫做菲利奥疼。有人讲我要换小组啊，我要换另外一组啊。是啊，你会当换小组，总是伊换小组了，你无法度伫小组的内底去学习阿卡贝疼，就是永远无变的疼。伫小组中间爱学习彼此了解。彼此沟通的迄个适用的功课，所以了解，当咱有这个功课学的，咱面对任何人，咱拢会斗阵了真好势，嘛永远拢会彼此相听。所以上帝毋望咱用阿卡贝疼的赞助互相对待，这疼，毋是喙人甲人的疼，因为迄疼是有限的，上帝爱咱的。是对圣是领受的规律，用阿卡贝疼互相对待，因为这是对三位一体上帝直接得到真深的疼。这个疼毋是出于咱的表现，那是出于上帝本身。所以约翰意思讲，上帝是疼。了解。咱的信仰中间，若让对上帝遐领受，什么叫上帝疼、阿卡贝疼？你用这个信仰的原则，成做你的原则，成做你的准则。我相信，任何人拢是你沟通的对象，任何人拢是你疼的对象。阿门。所以了解，主耶稣爱咱每一个军队伊的人，常常伫伊的疼中间，点伫伊的疼，安尼。点伫伊疼，要安怎点？点伫伊疼，这字的意思就是停留、持续、遐咧。意思，迄疼毋是一概的感受，迄疼是持续的。所以人甲人中间，若用菲利奥疼，迄叫做一概感受。但一概若袂爽快，就切断关系，
迄叫一家的疼，废了的疼，就是你点伫迄疼，点伫就是点伫主的疼，是迄个阿加培疼。所以了解，甲你隔壁讲，我要用阿加培疼来听你，伊袂来。咱爱即工入捌教会了，咱即工爱认真去追求基督，去追求圣神的规律，互咱用迄阿加培疼相对待。安尼，咱要安怎继续伫基督疼？咱就是通过聚会，通过读圣经，通过基督生活，通过你服侍的生活，领受基督的疼。是像葡萄枝结连伫葡萄树同款，咱不断结连伫基督内底，咱开当持续伫伊的疼中间。所以，咱这葡萄枝要安结连于葡萄树，就是要常常甲主有沟通啊，有互动啊，就是要常常入去主的内底，读圣经、祈祷，上帝对你讲话，圣神会对你讲话，你会伫中间领受上帝满满互你的疼甲快乐。阿门。所以伫基督的疼内面，互咱有安全感，互咱有根基。了解，世间的疼常常带着条件。今日你甲我有利益关系，我听你；今日因为咱是翁仔某关系，所以我听你；今日我某一个因素我听你，就是迄因素若无去，听就无伊啊。但是基督信仰内底却毋是安尼，基督的疼是永远袂改变，伊的疼，互咱伫风影中间游玩安稳自在。阿门。恁看牧师啊，一个牧会从明4档外，我家己嘛带小组。你想讲牧师咧带小组时的过程中间，会教这组员有时阵意见袂合的，会袂？恁拢做诚实，拢做了解我。爱冲突袂？我讲一个较大声。恁总了解我的个性。有影，我有时会教组员有意见袂合的时阵，嘛处理代志方法无共款的时，嘛起冲突的时，嘛无爽快的时，总是阮伫小组内底，若拄着无爽快，我拢会招一个时间，来，遮坐，咱讲一下话，毋是要互伊歹听话，是要伊迄个中间互相了解，互相求赦免，伊迄中间彼此伊也得到原谅。所以，伫阮小组内底，阮就是咧学习信仰的功课。这就是基督信仰，这就是基督的团体。阿门。所以，以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10节讲：你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有守我爸的诫命，踮伫伊的疼。所以，咱头仔伫第9节中间，耶稣毋望咱常常踮伫伊的疼内面。常常踮的，就是安怎常常踮的？就是咱主耶稣甲咱讲的方式，要安怎常常踮伊的内底，就是遵守伊的命令。这毋是靠着行为较受着疼，乃是疼甲顺服。所以头仔我讲到，我伫小组中间，我有时会教组员袂拄好的时阵，意见袂好的时阵，就是阮顺服圣经的真理，以主的真理中间，以主的诚实中间，彼此诚实，甲对方回实的，嘛彼此以诚实中间讲出家己的想法，伊迄中间恢复关系。所以了解，疼毋是靠行为较受疼，毋是你做啥物好，我较疼你，迄疼。较白疼是无条件的疼，所以疼甲顺服是无法度切割的啦。所以真正疼，毋是喙皮顶讲我疼你哦，
咱是要用行动来显出你疼对方的心意。阿门。一个人翁婿啊，讲啊，我真疼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阿某好不容易来起造这个家庭，我真疼这个家庭。不然翁婿啦下班了，衫烫的，衫发济的，开始看电视，然后就问我买啦，帮助好未啦？要枵死啊！厝内工课也袂斗做，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你想，这个某甲你结婚，伊是好命歹命？你想，这个某是好命歹命？歹命啦！也要顾囝，也要顾大家，也要顾大官，也要顾囡仔，也要看内底。太偌好命，嫁伊足歹命。了解，以咱信仰中间，听，袂当伫嘴巴中讲，乃是爱付出行动。所以，咱知影，听，必须要顺路，必须要行动。所以，一个信徒来讲我真疼主啊！但伊对教会的规矩、对真理的教示，伊拢无愿意降服。你想，伊敢真正听教会？毋是呢。一人讲听教会，总是伊对教会规矩拢无要听，无要顺服，敢要听家己的，这无叫做听教会。所以，咱一个听教会、听上帝的人，咱必须要活出迄顺服的生命，顺服教会规矩，顺服真理的教示。阿门。所以主耶稣讲，主耶稣听天父，伊表现的是啥？遵守我爸命令，就常常伫伊的听中间。所以了解，同款，咱若真正听耶稣，咱就爱愿意遵守伊的诫命。愿意遵守伊的命令，伊的命令是啥物？伊的命令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听恁，这是我的命令。所以对安尼啊知，耶稣要求门徒爱彼此相听，特别主耶稣受了定时的进程，伊毋望伊的门徒继续伫信仰中间，继续伫彼此中间的相听。所以门徒对耶稣的听，真诶假，就看伊有甲耶稣的话听落无。对看，对耶稣的命令，伊是毋是愿意遵守？伊甲上帝话当作凊彩无要紧，还是当作真诶命令，好好去遵守？迄就是决定伊是毋是听耶稣。所以，咱看到耶稣有权利，甲有资格提出对门徒要求。为什么？因为伊家己就是遵守天父上帝命令。所以，咱看到耶稣对门徒是安怎？伊毋是严格、言教，伊是身教。所以，咱知影，耶稣毋是用讲的来教示了门徒，而是用伊的行为、用伊的生命来教导门徒伫信仰、伫彼此的关系的起造。所以耶稣讲的听，绝对毋是足抽象的、足空泛的听，那是用实际行动彼此相听。所以一个基督徒，伊若讲到伊甲上帝关系，却伊伫教会生活中间无实际相听，安尼伊就失去伫基督听的实际意义。所以咱袂当讲我有听上帝，但我伫生活中间，我却无真实用这个教示落实伫我甲人关系相听，安尼伊就失去基督信仰听的意义。所以咱知影，信仰毋是高谈阔论你对神的明白知识，乃是要落实伫生活的实践。所以咱知影，听看会到袂？看袂到，
但是疼，感受会到袂？会啊！你对人好，你体贴人，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对伊的疼，对不对？疼虽然看袂到，总是感受会到。所以咱爱伫咱生活中间落实，互咱的兄弟，互咱的厝的人去感受到迄个疼的感受。也意思讲，咱的信用爱接地气啊。什么叫接地气？就是你爱活出来，你爱互感受会到，叫做接地气啊。你毋通讲空中飞啦吼，讲空中飞人感受袂到，你爱实际做出来，你人较会感受到迄个疼，较会感受到你生命有耶稣的疼。所以了解，当咱愿意遵守耶稣命令时，就是活伫基督的疼中间。所以当你活伫基督的疼了，耶稣要甲你讲，有一个效果要伫你的身躯顶发生啊！什么效果？咱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书15章第11节，咱做来读，预备来。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要互恁欢喜满满。哇，是啊，咱若踮伫基督的疼内面，并且遵行伊的命令，咱会经历欢喜满满。这欢喜满满，毋是外在环境互你的。咱是内在生命甲上帝亲密去得到满足，阿们。特别迄当时的门徒面对着将来受迫害、被分散的处境，耶稣面对这门徒将来处境是这么危急的时阵，耶稣却甲讲：我要互恁欢喜满满。所以，这个提醒咱，虽然将来的处境对因来讲是真不利，是真迫害，总是呢，以基督内底，却是要欢喜满满。这个咧讲，迄欢喜满满，毋是外在环境得到，乃是对内在生命得到。所以，这嘛决定咱是毋是踮伫基督的疼中间。所以，当咱踮伫基督疼的时阵，咱相信咱的厝边、咱的朋友必定会感受迄个使用带来祝福。阿们。韩国顺和永教会的主任牧师李永勋牧师，伊写一本册叫《讨神喜悦的教会》。伊写着讲，伊有所教会的信徒实践疼人像家己的大诫命，特别伫第1章第15节讲。显出伫正信徒的人来，显出伫正信徒的人来。你讲什么？讲伊有所教会信徒有世界信仰，世界信仰就是讲啦，因若对众神、对个众神的中间，因对上帝有正确的关系。反的，因嘛去做人甲人之间有正确的关系。所以李牧师伊讲，一个人真火得真疼上帝。就是伊若无实践伫疼人的，是这信仰不平衡，袂平衡啦。所以要一个平衡的信仰就是安那，你对上帝安那得个有领受的疼，你疼上帝；对患的中间安那，你对上帝领受迄个疼；对患的人甲人之间安那，你也实践迄个疼。所以咱看到，以约翰一书。第4章20节来讲，咱做伙来读。若有人讲我疼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就是白贼，因为无疼的所看见兄弟的，就未看见上帝。所以咱知影，无疼兄，你着疼迄看会到的兄弟，你无会疼，你较会看到，你哪会疼迄看袂见的上帝？所以。有人讲，我若疼上帝，总是伊也怨恨兄弟，这就是白贼。所以陈德斌讲，真实的疼，伊疼上帝，嘛爱疼兄弟，这较真实的疼。所以，咱甲上帝不但要有正确的关系去做，咱甲人的关系嘛要有正确的关系去做，这就是世界信仰。求主帮助咱，互咱伫生活中间。
对上帝甲对人的疼中间，互咱得到大喜乐、大满足。阿门。这就是踮伫基督的疼。所以保罗讲，伊讲伊有所教会信徒不断的感谢上帝。所以有所教会是互保罗真懊恼。那伫咧甲上帝好的关系，甲人反映人甲人关系，因嘛是真实践，这就是正确。所以耶稣进一步讲，人若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比这个较大。这句话就是啥？这句话就是伊将要有过伊世界的牺牲，伊毋若教导必须相疼。伊阁亲自示范，甲疼做甲上悬的关调，就是为朋友牺牲性命。你明这真正的疼是啥物？真正的疼就是愿意放杀你家己意愿，甘心乐意，成做奴仆服侍人。我看到咱的教会咧做小组、做幸福小组，一寡副长、一寡小组长。因为着要服侍人，因捌陪伴病死组员去看医生、去挂号，甚至若伊的组员若破病，伊甘愿去甲照顾，甚至为了伊的组员来拼出来。另外这就是疼。真是真侪人做袂到这程度，因为无愿意牺牲。所以，咱看到主耶稣做比这较大的，就是啥？伊疼，付出上大的代价，就是愿意牺牲性命。耶稣的疼，直到上悬最高峰，就是为朋友放杀性命。今日你我堪才毋免为了人牺牲性命，但是咱会当学习啥物？为了人放杀家己，放杀咱的自私。放杀咱的骄傲，放杀咱为了别人的利益来活。所以，了解咱的信仰中间，你究竟真做一个信徒，真做主的囝儿，以福音的顶悬，咱究竟为了人的利益，咱愿意来为了人做偌济的服侍？咱愿意放下偌济的身段，真做奴仆？这拢关系到你的生命展现主耶稣基督的信仰，阿门。所以了解，主耶稣毋若为了人牺牲伊家己，若毋是对圣性的来亏力，人的自私讲，你的生命甲我有啥物关系？我为你死，我就无伊啊！我袂晓顶头生，我袂晓死过我。我为什么为你牺牲生命？有影？种是了解，伊信仰中间。然后圣是互你规律，你真正疼这个人，你可能连你家己命活，你嘛甘愿，有影无？有啊，我捌想过啊。阮囝若有一天跋落水，我会救伊袂？足奇妙哦！我有一天做梦，梦到阮囝上温跋落水啊，我紧张者我才跳落。要甲救，所以做梦做无偌久了，我嘛甲何牧师讲，我这梦，咱梦到囝跋落水呢。伊讲，我嘛梦到这个呢。伊嘛梦到囝跋落水，所以我若对上阮若接近水的所在，我拢足紧张，我人抓条条，足惊伊亲像迄梦中安尼实现。足是我讲。你若对这人真正有疼，无论这人是为是啥物人，你若对伊真正有疼，甚至你连家己的命无爱拢袂要紧的。讲世间各有人呢有啦，即届伊花莲公湖乡有一个囡仔，叫做小姨。小姨伫高张甲高婆的厝，伊过几6天。要拍算，故乡迄大水啉落来时阵，伊的姑婆伊的王姓姑婆，就甲即个囡仔6岁囡仔小姨，怎甲拄起
迄个厝尾顶，迄个环的梁顶悬，爱安怎吐气？伊用伊的身躯吼，甲吐气，互囡仔吼，伫迄厝顶的梁顶悬，上悬的顶悬。啊，大水淹来时阵，你想这姑婆敢毋知影水淹来时阵会淹着伊家己？伊敢毋知影淹着伊稳死无活？伊知，就是伊为了要救这孙啊，伊家己用身体摕起你迄个，甲囡仔摕去厝尾顶迄个梁顶悬。啊，水淹起来时阵，连粪扫啥物拢淹入厝内。这囡仔吼，剩一条头，伫迄浮伫水面顶悬。啊，伊的姑婆咧，伊姑婆用伊身躯挺伫伊的骹，当然姑婆因为安尼淹死。了解，这个姑婆的疼，若毋是圣神有一个互伊疼人的气力，人面对生死关卡，愿意牺牲家己生命。这就是圣经讲的，疼敢无比这个较大嘛？是啊，所以疼的最高级什么？疼的最高级就是愿意为人牺牲生命。主耶稣就是为了咱牺牲生命呀，展现伊疼咱、救赎咱的决志。所以，当咱愿意有惊这个疼的时，主耶稣讲哦，咱就是伊的朋友。所以，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4节，咱来读：你若惊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你若惊我所命令你的，就是我的朋友。主耶稣甲愿意遵趁伊命令的来讲，我无去请恁做奴仆，因为咱其实当时的奴仆神啊，伊只要听主人的吩咐就好，伊毋免去了解主人的心意。主人叫伊往东，叫伊往东；主人叫伊往西，就往西。伊毋免问主人讲啊，为什么要往东啊？伊毋免问啊，伊只要听命令就好啊。但是呢，朋友可毋是呢，朋友是受信任，朋友的关系是会当分享心内秘密的人。所以耶稣甲门徒讲：恁若愿意遵守我的诫命，我的命令恁的，恁就是我的朋友。耶稣甲门徒提升到朋友层次，代表啦，伊愿意为了门徒来坦然甲因讲天父上帝的心意，甲因分享上帝的计划。这样，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的转变。我无搁再是一听命令的奴仆，我乃是甲基督同工的人，是甲基督同心的朋友。所以了解，这个亲密的关系，互咱成做信仰顶悬上大的尊荣甲安慰，敢毋是？所以咱不只是奴仆，咱乃是基督的朋友。当咱主基督的时阵，毋是单方面听主的吩咐，乃是咱会当听主甲咱讲话的心声，主会启示伊的心意伫咱中间。所以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圣神啊会启示咱，互咱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主也诚做咱看做咱是伊的朋友。伊会分享伊的心，互咱明白啊，主你的心意就是安尼哦。咱会领受上帝圣神的启示，咱明白伊的心。所以当咱愿意遵守伊的旨意时阵，咱领受伊的呼召，咱就是要用听、甲顺服互相对待。阿门。甲你隔壁讲，我愿意用听、甲顺服来互相对待，预备来。我愿意用听甲顺服来互相对待。当咱将基督听放内面，咱会感受伫属灵家庭中间的满足甲喜乐的生命。阿门。所以我常常咧听到招娣长老咧讲哦，牧师啊，我关心什么人吼，哇，对我真好咧，哇，我甲伊安尼，伊愿意说咧，真好诶咧，就感谢主咧。我看伊喙笑目笑，我就知影。伊感受伫主内底满的喜乐的生命，所以伊主的听里面有好无？好啊，因为你有
满满喜乐。昨昏台东有一场告别式，毋知知影无？无算我知。昨昏伊台东有一场告别式，足特别。这个告别式真侪人去参加。什么人？什么人最伟大？伊只不过是医生尔。这是一个排湾族原住民，伊叫做徐超斌医师。伊是一个排湾族的囡仔。伊原本考到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伊的主人哦，因为原住民拢安尼考到大学拢放炮啊欢喜哦。伊考到交通大学拢奇怪，较无人甲伊放炮啊。有主人甲讲，你考到交通大学是以后要做交通警察了。你毋知影？这个徐超斌医师伊的小妹伫2岁孙，因为罹患麻疹甲急性的肺炎，第二过身去。这病也毋是足严重，才会过身去，因为因的迄个台东达人乡吼，离病院上远啊。走袂到病院，人就翘伊啊。所以伊决定重考到台北台北医学院，毕业了，伊做奇美的医生。伊足优秀呢，伊创下奇美病院有史以来3档来升格做主治医生的一个医生呢。伊嘛是正做一个全病院内底内外科急诊专科的医生呢。内外科哦，就是伊讲内科外科伊拢有即个执照，内外科伊拢会当看。特别伊足够啊，内外科伊拢会。种是另外这，伊2002年看到伊的部落，为着要去一座病院远落落，你毋知达人若要去病院走偌远？达人爱走到大武，大武走到塔马里，塔马里才走去治本，治本才走去台东市，才入去到台东马街病院，爱走煞远诶，走1-2点钟啊！你若往西埔走，搁较远，驶过南回公路、邦山，搁去邦寮靠病院诶。所以这个乡镇呢，是离病院上远诶所在啊。伊的族人哦，甲称伊。改号名叫做超人医生啊？为什么？因为伊原本每个月做工课160点钟，为着倒来病院做卫生所医生，为服务伊的部落的人，而且160点钟的工作量，提升到400点钟的工作量。种是呢，薪水有较低无？无呢。伊离开奇美病院了，原本1个月40万，转来到部落卫生所做医生，剩偌济你毋知？1个月原本40万，剩8万。伊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成立一个南回医院。无拍算，因为足拼足认真去服务这个部落的百姓的健康。无拍算，伊2006年9月阵咧做工课，向讲伊奇怪，我迄左半边啊麻麻啦。伊做医生，伊讲不甲代志不对摇，我可能急性的脑出血，就是中风。第二经过检查了，有影伊的左半边中风，左半边拢麻，所以你看另外一张相片，伊中风咧做复健，一边复健一边咧治疗病人，就是伊嘛带着手量。不过代志也未安尼结束，伊到2019年时阵，11月，伊发现伊得到鼻咽癌第4期，经过35天的电疗甲化疗结束了，伊掠做健康啊，无到半冬，伊的癌症佫复发，结果伊58岁，无偌久之前58岁来过身，亡主温条。伊是一个天主教徒，留下这，咱看到一个有信仰的人，伊的确对人的疼有负担，对人的需要有负担。伊毋但疼百姓，伊嘛疼土地。所以伊
牺牲伊的40万的薪水，来到部落领8万。伊对每个月上班时间的106点钟变400点钟，工课做较济，薪水无变济，反倒得变少。伊讲：我知影我一生毋是为了趁钱来做医生，伊是为了部落的健康来做医生。另外者，上帝伫万人中拣选你我，加做伊的囝儿。上帝毋望每一个人拢得到伊的救赎，伫伊的疼台底，伊的囝儿拢会当彼此相疼，来见证基督信仰。咱看到许医师，伊是一个疼乡土、疼百姓的好的医生。伊有一个心愿，就是推动做南回去做一个南回病院。咱看到，咱可能毋是迄个会救6岁囡仔的阿嬷，总是咱知影。面对台湾的政治、台湾社会它的混乱，咱其实台湾人需要什么？咱其实台湾人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阿门。咱会当挖靠耶稣基督开力，来彼此相疼、彼此饶恕，以主的疼中间来推动幸福小组，来推动传福音事工，互较侪人来接受福音，互人的生命、互人的价值观来改变。了解，台湾需要耶稣基督的祝福，需要耶稣基督的祝福。当台湾人的信主的人数提升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必然会转化台湾，和台湾的现主时的社会甲政治袂亲像真下混乱，因为有信仰，有基督信仰伫中间。毋望咱三更同心，真做一个疼乡土、疼土地的基督徒。咱认真来传福音，互人来因为信主来改变。愈侪人信主来改变，台湾就成做一个蒙福的国家。阿门。所以，咱台湾需要是，毋是政党的改变，咱是福音的改变、信仰改变。上帝祝福咱，咱同心压头祈祷。只阮听上帝，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就是要伫这地方、伫这所在传主的福音，互较侪人要踮伫基督内底得到喜乐，要伫基督内底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祝福。主啊，阮相信，当阮有一个疼乡土、疼百姓的心，阮愿意来奉献阮家己本身，成做你所使用器具。主啊，我伫遮，请你赐给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做伫幸福小组的过程中间，虽然真辛苦，虽然真忝，总是阮毋是靠家己的规律，咱是对主领受迄规律，互阮认真伫迄福音的顶悬有份，互较侪人因为阮得到救恩，互较侪人因为上帝你囝儿生命得改变，家庭得到祝福。愿主你施恩祝福，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回应诗519首，请起立因专首。
咱为了几项代志来祈祷。咱为了教社部，即马要开始募款40万这个目标来祈祷。咱兄弟嘛当去到邮局来邮政发部，为了这个目标来奉献。所以咱为着即马感谢主，今日昨有2万几人都进入这个公务乡来救灾。咱看台湾人这么有爱心，这种疼心，为了同胞的艰苦，无少艰苦来奉献心力去做义工，去遐吐吐。虽然咱袂当做甲因共款款的，但是咱会当奉献的金钱，买因需要物件，诚做因的帮助。咱就是为了教社部，即马推动的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即马咧做幸福小组的事工福长同工来祈祷。因伫头前真正，咱伫背后用祈祷手来托住，为祈祷，为伊守望。我相信真侪人要成为通过幸福小组，或更加侪人因为福音、生命甲家庭得祝福。咱为了这同工来祈祷，咱也为着咱辛苦培弟兄姊来祈祷。咱知咱最近有一寡学生得到 A 流，A 型流感冒。咱也为着这些学生来祈祷，为着这得着这病症、身体欠满的兄弟来祈祷，请咱举起双手，咱大声喊3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说，阮恳求你，想要来带领，主，阮将阮教社部将来搁来1个月要推动要帮助原住民部落公务乡的百姓的生活需求。募款40万来祈祷，主啊，恳求你圣神来感动，我搁侪兄弟看见咱台湾同胞的需要，我愿意奉献我的金钱，奉献我祈祷的规律，成做这灾民以恢复的帮助。主啊，阮虽然无法去到天场来吐因的土做因的工作，总是阮会当用阮的金钱，用阮的祈祷为伊守望。愿上帝你圣神大大感动因。互阮的兄弟伊遐有份伫伊的帮助，主啊，阮教会正在推动幸福小组的报道事工，主，阮为着这每一组的副长甲同工来祈祷，愿主你将迄个拯救灵魂的使命下因心中，互因尽力尽力规律来传出互因做你的见证，来互更侪人来看见主你的救恩，来得到主你的福音，互伊的家庭，互伊的生命改变。主啊，阮相信台湾需要的，不是政党的改变，乃是主你信用会带来的改变。阮恳求你帮助，互阮的副长、阮的同工，主因的头前真正，阮的一片后壁来守望祈祷。主你加做因的帮助，加做因规律，互因会当得人来得你，互阮得人侪侪来归因讲你。主你的帮助。我讲，阮的身体袂疼，特别有真侪囡仔，因为得到 A 流，感冒发烧，身体欠完，有真侪兄弟，有一寡兄弟因为感情咧治疗的，愿主你是怜悯医治因，互因以主你的管顾内面会当早日得到医治恢复健康。愿主你圣神带领阮有上到位，以主你以前领受甲祝福，我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奉献，请即事来受奉献。
上帝，我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盼望。你用恩典做冕旒，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加做圣工的路样。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千恳。咱同心来享受对上帝的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加保承受，愿将你上帝爸囝圣上殿点人的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